后来，过来要提醒咱的家长，寒天若要互囡仔食补，无到5岁囡仔上好莫食姜母鸭、羊肉炉这有掺酒的补品。医生讲，因为还未到5岁囡仔，因的肝脏代谢酒精的功能还未发育甲真完全。若是食有透酒的补品，囡仔会感觉身体无爽快；若是严重食，甚至会无命。天气冷，烧火火的姜母鸭一上桌，大家拢想要紧食一碗。连边的囡仔嘛流嘴烂，但袂食。不少家长寒天嘛想要互囡仔补这个，但是厝内若有5岁以下的囡仔，爱注意，上好唔通或者细汉囡仔食。他的酵素的发展呢还不是很好，肝脏呢不太熟悉说怎么样去代谢酒精，所以他一次进来的量他可能没办法承受。若是姜母鸭有加酒精的像羊肉炉、烧酒鸡，也是唔通互囡仔食，因为神经系统也未发育完全，食伤多可能互囡仔会吐、会戆，甚至昏迷，严重也佫有可能影响呼吸道的中枢系统，造成呼吸停止。它的发展呢是慢慢发展出来的，一般来讲呢，可能到青少年，然后成人以后呢，它的酒精区面的含量会比较多一点，可能比较能够承受酒精。医师提醒，平常时食食爱平均，莫惊食，有充足困眠，囡仔自然就会当健康大汉，免特别要去进补，才袂互也咧发育阶段的囡仔摄取过多的酒精，颠倒影响健康。